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係網友投稿系列，嚟自無名紅心積。隊伍由諸葛亮、SP 朱俊同埋周瑜組成。SP 朱俊嘅自帶技能有無視防禦，令到佢有唔錯嘅輸出之餘，仲可以降低對手嘅謀略傷害。而呢一隊就係利用呢一點去打克制法師嘅隊伍，咁所以呢一隊打法師隊嘅時候，大多數都係有優勢。而對付速攻隊同埋兵刃隊伍嘅時候，就靠盛氣嘅繳械同埋諸葛亮風主動技嚟打，就算冇減傷技能都可以應付到。不過對住核彈張嘅話就冇辦法，除咗兵種俾佢克制之外，張飛嘅技能亦都唔怕控，除非你有當風或者虛弱。至於隊伍配置方面，盛氣可以改成暫避，而上兵可以改成焚之。配點方面，除咗 SP 朱俊要加20速之外，其他全部都係點智力。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